台中大理农会已经推广几啊年的食农教育，即届甲永良国小合作，带囡仔实际加入去田里体验捕鱼的过程，互因为课本以外的环境来了解饭桌顶的食食是安怎来的。甲唱鱼甲裤骹闭起来，挂过犁仔。永良国小的老师、学生行入去田土内底捕稻仔，体验做食人的生活。这是台中大理农会举办的食农教育活动，互学生会当离开教室，到实际的环境来了解平常时看到的米是安怎生产的。刚插秧就是有点难走路，然后之后可能会珍惜食物。感谢我们台中市农业局，还有我们的那个大理区农会，然后一起来让我们学校永隆国小体验一个非常棒的我们的食农教育，小朋友可以学习，然后体验这个田野的乐趣。除了到田里用手捕稻仔，学生嘛会当体验用机械来捕田，透过不同的方式，互因了解为传统到现代的进步甲改变。嘛希望会当互囡仔知影，桌顶的饭拢是做食人辛苦种的，就爱珍惜，唔通讨济。在上面田间这边我们体验一下我们机械的一个耕作让小朋友来体验一下手做的耕作跟机械的耕作有什么不同。农会表示，等稻仔要收冬的时，会阁招一群学生做伙来参与，互因完整体验为产地到饭桌的过程，用生活经验去体验俗语讲的一粒米百粒汗。记者综合报道。